回遊香港有啲應門第五季日常生活與制度第五集信念之別。好開心收到喺聖雅各之路認識嘅朋友 send 嚟聖誕嘅祝福。我喺大平原一個好凍嘅晚上認識佢，一個剛退休嘅英國人。識咗佢之後，發覺佢每晚都係望朝聖者彌撒，然後先至食晚飯。有晚我哋等埋佢先食晚飯，結果錯過咗庇護所10點鐘閂門嘅時間。而佢1年內就行第2次朝聖之路，我讚佢好虔誠，而佢好客氣咁講，係受到我為正籌而朝聖嘅良知舉措所激發。無論如何，如果佢根本唔傾慕朝聖同心靈上面嘅歷練，又未必會作出呢種個人嘅抉擇。繼續詮釋諾亞利斯講文化與政治嘅文章《信仰與愛：國王與皇后》。如果國王只是一種梯度，一邊係山巔，一邊係平原大地，兩端必須好似被雲霧嘅反省同創新嘅精神貫連起嚟。根據諾亞利斯，要做一個完整嘅人，仲需要有皇后嘅參與。皇后並冇政治工作，佢適合教育女性、看管孩童、料理家務、照顧窮人同埋病者，日常又按規矩安排宮廷生活、裝飾家居等等。當你以為諾亞利斯不過係個男主外女主內嘅父權主義者，一如前述，故中潛藏其他深遠嘅寓意。佢咁寫：皇后應當有自己的內閣，她丈夫大概是她的首席大臣，一起商議一切事務。如果你讀社會科學或政治學，你會問呢個國家豈不是有2個權力中心？諾亞利斯就留意到持家嘅能力比時尚潮流更重要，但係又指出衣着肯定帶住強大嘅道德力量，因為道德力量足以左右公眾輿論，最終公眾輿論又可以反過嚟，成為修復同樹立道德操守最有力嘅手段。問題係照顧日常生活，例如衣着、舉止等，又點樣可以影響公眾事務嘅趨向呢？當然，身為皇后本身就有一定嘅影響力，但係唔講管理方法，唔講流行緊啲乜，又會講究啲咩呢？唔通又係3幅被講教育？可能仲有少數中學會教家政科。家政正正係今日講嘅經濟。昔日歐洲社會以家族單位從事經濟活動，所以家政本身就泛指管理經濟同生產等活動。而鄂蘭又提出，古希臘古羅馬時代，男人有咗經濟基礎無後顧之憂後，能夠不受個人利益牽制下參與公共事務，成為完整嘅公民，甚至願意自我犧牲。不過，諾亞利斯並唔係講緊公共同私人空間裏邊人有乜嘢角色，而係指出個體嘅完整性。佢咁寫：今天嘅國君要維持他的國家，最有效的方法，無疑是努力使之盡可能地個體化。諾亞利斯素描嘅個體，首先要同世界主義對照。對諾亞利斯嚟講，世界主義指向法國大革命所提出政治制度上面嘅改革，而個體指向一個完整嘅人，內外公私俱備嘅一個人。例如佢問：國王難道不是靠你們深切的價值感而成為國王嗎？所謂價值感，意思係我哋都可以係國王，原因我哋內心作出嘅判斷，不論係政治道德或者其他事上面嘅判斷，我哋都有啲尺度。呢點對我哋生活喺遺網之內嘅人嚟講非常之重要㗎。唔好意思，又要講宏福苑大火。原來有個待90幾歲主人如親母嘅菲傭，本來下晝習慣落樓買嘢，但嗰日突然心血來潮冇去到，老人家因而幸免於難。我想提出嘅係一個決定唔做慣常嘅動作，本身並冇侵犯任何法律或者道德規條。你可以話好彩好運啫，但係事實證明個菲傭聽從佢內心一個微弱嘅感動，就做咗個明智嘅決定。你或者諗緊第6感、神明保佑或者其他神秘力量。當生活喺遺網式例外狀態下，好多固有嘅法規都被廢止，好似做乜都可以犯國安。所以大家問緊紅線其實喺邊度？當外在法規無所不包、亂過亂撞光，
反而可能推動我哋喺無法無天嘅情況下，揾翻我哋個體嘅法與天，甚至可以同紅線擦身而過，神奇地逃過災劫。可能嗎？首先，我哋都有個印象，認為制度同體制都係永久嘅，人嘅個性特質根本無可比擬。諾亞利斯有個咁嘅睇法，在其他諸侯那裏曾是第一日者，在此將是國王嘅有生之年。Lebenstag， 諸侯意指為國王施政嘅政府，相對於國王嚟講，其實都係臨時政府。政府做嘅決定，尤其是國安法等例外當作係常態，當然有效，只不過政府一次過嘅頒令，第一次亦都係最後一次。點解啊？因為好似侵喺一張紙上簽個大名，向記者 show 下，然後從來冇一個總統嘅支持率可以跌得咁金嘅。獨裁政權根深，如果唔係，又使乜花咁大嚿錢，使出咁大奶力，每分每秒咁維持佢自身嘅安全呢？佢唔係單純脆弱或者玻璃心，係因為頒令一次，也就係最後一次，為防做咗好似冇做咁，迫不得已不停咁默默做。所以我哋大可以將例外當作常態嘅遺忘倒轉過嚟，將一啲比政令同制度更長久嘅嘢表現出嚟。我哋內心微弱嘅聲音叫我哋做個決定，今日我要點樣生活，按日常習慣，抑或另有選擇。我哋唔係講緊人治，反而係講人品行同質素問題。國家的品行取決於公眾的品質。諾亞利斯宣稱，使公眾品質變得高貴，是國王真正改革的唯一基礎。諾亞利斯有趣嘅地方係，佢唔會責令人讀多啲書、上多啲堂，佢叫人只需捕舞他人優秀嘅榜樣。佢話國王唔使咁多矯揉造作嘅禮儀，自然嘅禮儀就可以啦。即如上集引用義工嘅 Pullman， 香港人嘅愛唔係講出嚟，係由內心發出，用行動證明出嚟嘅。如果你仰慕呢種愛心，你就可以擊敗嗰啲所有政令都只係宣佈你不被愛嘅嗰啲諸侯。其次，遺忘社會就係私利之心同埋偏見橫行無忌嘅社會。根據諾亞利斯，利己主義早已被接納，造成巨大嘅損害。佢形容粗俗嘅私心，好似啲賭徒嘅性格，追求短暫嘅機會。所謂有賭未為輸。曾經有位同事因賭將家族生意輸晒，然後永遠帶住2個紅白藍膠袋，準備好同賭王攞翻晒啲錢翻嚟。日常一個決定，逞一時之快，抑或尋覓恆久嘅幸福呢？諾亞利斯認為，唯有正直嘅人同正直嘅國家，先至能夠分得出短暫與長久嘅利與弊，唔使專家學者出嚟解説嘅。我哋又可以點樣喺私利橫行嘅社會未雨綢繆呢？好多原生香港人視野廣闊，同嗰啲動不動就叫你唔好咁政治化嘅人，見識上係有天壤之別。所以我哋要從人類嘅角度衡量香港人嘅特徵。正如一直所提倡嘅和平、自由同異質性係我哋嘅文化特徵。仲有香港既係小漁村，同時又係全球化嘅大香港。香港人散落世界各地，除咗必須維繫彼此間嘅認同以及日益擴大嘅公民意識之外，更可以喺反省同創新嘅精神力量上反擊邪惡嘅遺忘。按諾亞利斯嘅表述，一旦鴿子變成鷹，就係標誌住黃金時代嘅來臨。喺我哋盡顯霸氣，由鴿子變成鷹以先，必須準備好一種源自於信念上嘅法律，而唔係政權嘅緊急法令。信念上面嘅法律涵蓋山巔與平原大地嘅決斷力，雲霧咁樣嘅精神力量，偶爾因機緣而決斷出嚟嘅日常意念，就好似皇后足以改變輿論嘅衣着同外表，然後從輿論改變人嘅品格。而信念嘅法律
確認公義，伸張真正的公義，叫犧牲不被枉費，反而得以鋪揚，並自覺地成為例外狀態嘅例外狀態，讓諸侯知道佢哋嘅政令只係催生更多君王嘅誕生，並使君王生生不息地活着，印證黃金時代嘅來臨。待續。